各位老友記大家好，我係沉思財富課堂。今朝我起身去廚房斟水，朦朦朧朧之際，眼角掃到牆角有一泥灰隆隆嘅嘢，嗰一剎那背脊一涼，成個醒晒。但係我冇驚，我企喺度望咗佢一陣，然後同佢講咗聲多謝。你可能覺得我黐線，但係我今日要同你講一個你可能從來冇聽過嘅真相。你屋企出現壁虎唔係偶然，唔係污糟，而係宇宙派嚟敲你大門嘅靈，使佢嘅出現只預示一件事：你屋企積咗好耐嘅嗰種悶滯、壓抑卡住嘅磁場，即將迎來一場翻天覆地嘅大逆轉。但係90%人因為驚，因為唔識，一掃把就將送到門口嘅福氣打出門口。你試過未？半夜起身去廚房斟水，睡眼惺忪之際，餘光掃到牆角一團灰影，嗰一剎那頭皮發麻，汗毛噴起，或者朝早起身客廳地板上一縷不明物體，你第一反應係尖叫，攞掃把，心入面鬧一句又爬入嚟。如果你真係咁做，我同你講，你可能親手將一場滔天富貴打出門口。好多人都唔知道喺古人嘅智慧入面，天下間冇任何一件事係無緣無故發生嘅，一草一木皆有靈性，一動一靜皆有因有。嗰隻令你驚、令你嫌嘅小東西，根本唔係咩普通爬蟲，佢係宇宙派嚟敲你家大門嘅靈使。佢出現只係想同你講一句，你屋企嘅氣開始變好啦。宇宙嘅能量講究同頻共振。如果你最近啱好覺得生活好卡關，做乜都唔順，夜晚瞓唔着，心口好似堵住舊石咁，今日你刷到呢條片，絕對唔係演算法嘅偶然，而係你嘅高維智慧喺度指引你。當你睇到呢度，如果你覺得岑老師講嘅有道理，請你喺評論區打低4個字靈物報喜。你打低呢4個字，就等於喺潛意識入面同呢條片所紐帶嘅吉祥磁場建立一次深度鏈接，激活你屋企沉睡嘅風水能量。覺得我胡說嘅朋友，你可以而家劃走，但如果你願意留低聽埋落去，我會從儒釋道，從千年歷史入面嗰啲智者嘅命運轉折中，將呢隻小壁虎身上隱藏嘅天機一層層美俾你睇。尤其係第3重斷尾求生嘅智慧，直接篤中晒所有窮人同困局者嘅致命死穴。你只要聽得明，哪怕只做到一條你嘅財運同貴人都會喺跟住落嚟嘅日子入面，換一種你意想不到嘅方式出現第一重智慧，手工嘅隱忍同速力。我哋先將個心靜落嚟，要解開呢個拿所得，先明白古人叫壁虎做乜嘢，唔叫壁虎，叫守宮。呢2個字好有講究，守係守護鎮守宮，唔單止指皇宮，而係你家宅、你身心所居之處。所以守宮就係守護你家宅平安，鎮守陽宅磁場嘅靈物。呢個唔係我作嘅，喺博物志同許多古代風水典籍都有記載。嗰時嘅高門大戶甚至會喺房傍上刻畫守宮嘅圖騰，為嘅就係借佢一份鎮得住嘅磁場。你仔細睇過壁虎嘅習性未？佢一舉一動簡直就係活生生嘅國學教科書。知伏夜出，日頭你從來見唔到佢出嚟，周圍走，唔同你爭地盤，唔阻你眼，唔嘈唔鬧，等夜深人靜，陰氣毒氣沉漸落嚟，佢先悄無聲息出現。呢種作息暗合到加之白手刻嘅智慧，喺光明時隱藏，喺黑暗時做事，唔搞破壞。佢唔似老鼠咬爛你為例，唔似曱甴爬過你飯碗就靜靜咁喺牆角，有時成晚一動不動。你知唔知佢做緊乜？佢守住嗰個位置嘅安定，佢唔喐奔，嗰個角落嘅能量就唔會亂專食污嘢。佢食乜蚊，造而非我。喺能量學入面，呢啲蚊蟲就係屋企陰氣、毒氣、病氣嘅化身，佢哋嗡嗡亂飛，擾亂你心神，污染你磁場。而壁虎趴喺牆上，就係用佢嘅生命幫你清理睇唔見嘅能量垃圾。呢種作風完美契合咗儒家講嘅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。佢做最實在嘅事，守護你嘅安寧，卻唔邀功，甚至唔想你發現佢。反觀我哋現代人，做芝麻綠豆嘅事，就恨不得全世界知發朋友圈求讚，做好事拍片放上網，結果招來嘅唔係尊重，而係嫉妒同小人壁虎教你嘅第一課。喺未有足夠實力、未有成熟時機之前，
要學佢咁喺黑暗中默默蓄力，唔張揚，先係最大嘅安全。唔露肯芒，先避得過無妄之災。你睇身邊嗰啲真正有本事嘅人，邊個日日喺朋友圈炫耀，真正嘅位高之人，都似壁虎咁趴喺角落默默發大財。嗰啲咋咋呼呼嘅人，往往都係外強中乾。第二重智慧，極致嘅柔軟同順應。繼續講，你見過壁虎爬牆未？幾劃嘅牆壁，幾高嘅天花板，佢都可以肚皮朝天，倒掛住如履平地。佢靠乜？冇鋒利嘅爪，冇吸盤，冇翼，靠嘅係控體極度嘅柔軟。老子喺《道德經》話：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又話：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壁虎就係水嘅化身，從唔同牆壁硬碰牆壁硬。佢遠牆壁有路角，佢就順住路角改變自己身形。呢個叫順應原法，借力打力。呢個係咪打面咗絕大多數現代人？我哋活得太硬，太講工作上遇到冚同上司硬碰，結果冇咗份工，兩公婆嘈交同愛人硬碰，贏咗道理，輸咗感情同仔女鬥氣。你越耕佢越反，同命運硬碰，熬夜飲酒中牛角尖，最後搞到成身病。我見過一個客人50幾歲，男士公司做咗20幾年，技術一流，但升唔到上去。點解？太硬。開會老細講一句，佢頂3句方案唔合意就拍台。結果呢，後生都做咗總監，佢仲係高級工程師。裁員第一個就係佢，佢嚟問我，我話學壁虎身段放軟，唔係冇原則，係換種方式溝通。佢聽咗改咗1年，而家新公司老細好重用佢。壁虎教你嘅第2課，當命運俾咗一道光滑嘅牆，你要做嘅唔係亂路焦慮，而係將身段放軟，心態放平，順住道力走。牆斜就斜行，牆倒就倒爬，唯有柔軟先可以喺任何境遇都活得安然，同氣相求。點解壁虎偏偏爬入你屋企？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師傅，天底下壁虎咁多，點解偏偏爬入我屋企？問得好，大自然有靈性嘅生物，對環境嘅感知力比人類強1萬倍。你屋企點解會嚟壁虎？唔係因為潮濕，唔係因為暖，恰恰相反，係因為你屋企嘅能量場正在發生良性嘅體變。你仔細回想，最近1個月，你係咪心態上有咗變化？可能開始學唔同老公嘈，可能工作上學會忍耐，可能突然諗通咗某件糾結好耐嘅事，可能只係某個深夜同自己講咗句算啦，唔掹扎啦。你內心嗰一瞬間嘅平和、接納、放下，呢個念頭一動，你家嘅氣就開始由毒變清。呢股清靜祥和嘅氣就好似花香散播出去，將呢隻有靈性嘅壁虎吸引過嚟，靈物不入須門。如果一個家庭日日大戰，夫妻除咗抱怨就係沉默，父母仔女又打又鬧，屋企充滿怨氣、怒氣、恨意，嗰種磁場對靈性動物就係毒氣，佢避都避唔切，點會爬入嚟？所以壁虎嘅到來唔係災難，恰恰係宇宙俾你屋企風水嘅一張高維認證書。佢話俾你知，你做啱咗你嘅心態，你嘅磁場已經達到吉祥靈物願意駐足嘅標準。呢個係你命運要開始向上嘅第一個信號。第3重智慧，斷尾求生與過斷子選。跟住落嚟係最震撼、最扎心亦最實用嘅一項，斷尾求生。想象一下，一隻壁虎正喺牆上安靜伏住，突然遭遇天敵，一條蛇、一隻貓或者一隻即將踩落去嘅腳，生死一線，佢冇時間猶豫，悲傷冇時間諗條尾，跟咗我咁多年，我唔捨得佢會點做，劇烈搖晃，身體0點幾秒內用盡全力將條尾硬生生扯斷，截斷嘅尾跌落地面，拼命扭動彈跳，好似一條生猛嘅蟲，瞬間吸引天敵全部注意力。而壁虎本體則忍住斷骨劇痛，迅速逃之夭夭。佢唔係唔痛，係痛到極點。但佢知如果唔敢做，今日條命就凍過水。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兩利相權取其重，一瞬就做出最正確嘅選擇。呢個佛家叫破執，捨離大捨，為保存最核心嘅生命，咁捨棄自己身體一部分。佢唔怕痛，唔怕失去，因為知只要命還在，根本還在，過排一條更靚嘅新尾就會重新長出嚟。斷尾唔係終結，
係重生嘅代價。而家請你將鏡頭從壁虎移開，照下你自己，你點解活得咁攰？點解成日覺得被命運揸住條頸？點解日日嗌轉運？好運就係唔來。因為你乜都唔捨得，你捨唔得嗰段爛透嘅感情。明明對方已唔尊重你，唔關心你，甚至出手，你一諗都一齊咁多年，分手人哋點睇就咬牙繼續忍。結果呢，被折磨到失眠、抑鬱、懷疑自己，能量每日被吸乾。你照下塊鏡係咪呢？幾年老得特別快，苦相就係俾斷爛關係一日日刻上去。你捨唔得份雞肋嘅工，日日加班，老細 PUA， 人工幾年冇加，一諗辭職層樓，點工萬一搵唔到更好呢，又縮回去。青春熱情創造力全部被榨乾，返工心情慘，過號拜山，人生就咁被消磨。你甚至捨唔得過號嘅錯，3年前投資蝕錢到今日仲日日懊悔，5年前講錯話到今日仲反覆回放，10年前錯過一個人到今日仲耿耿於懷，能量全部被扯翻，過號被以無法改變嘅事鎖死，邊有精力創造未來？你雙手揸滿過號發臭嘅垃圾同消耗你嘅爛人，宇宙就算想將滔天富貴同真正愛你嘅正緣遞到你面前，你仲有邊隻手去接壁虎？用斷尾喺牆上同你刻咗4個字：不捨不得。唔寫舊尾就長唔出新尾，唔寫爛情就等唔到真緣，唔寫垃圾工就遇唔到好台，唔寫過去錯就睇唔到未來光。我再講狠啲，好多人窮唔係命唔好，係太單純，乜都想要，乜都唔肯放。爛人想留後備爛事，等反轉爛心情，等自己好。結果呢，爛人爛事爛心情搞埋一齊，磁場一塌糊塗，你越揸得實，佢越似沼澤拉你落去。等你終於想放手，已陷到上心口斷尾。求生核心就2個字：止損。無論之前投入幾多，只要呢樣嘢而家消耗你，拉你落水，即刻斷，即刻走，1秒都唔好猶豫。你唔好諗已經用咗3年，越咁諗就越會再用多3年。沉沒成本唔係成本，係以輸嘅賭注。你只有認輸離台，先有機會去第2張台贏翻來。你去翻歷史，真正笑到最後嘅大智者，個個係斷尾高手。凡你幫歐渣滅吳功高蓋世，無風時察覺，歐真可共患難，不可共樂。連夜辭宰相散家財，大西施消失太湖。當時所有人覺得佢跌，結果呢，改命陶朱公3聚3散，被尊財神，唔捨得走嘅民眾等嚟終死寶劍，一個斷尾求生，一個斷頭求死。張良、劉邦大封功臣，眾人爭最大封地，張良主動求最窮嘅劉淵去收到，結果韓信封皇后被斬燒河下獄，爭功者冇好下場。張良善終，福澤後代曾國藩平太平天國後，手握幾十萬湘軍，主動裁撤交出兵權，結果保存自己同家族，成晚清明晨鐘唯一善終。大世家古人總結：亢龍有悔，物極必反。真正強大唔係擁有幾多，係敢主動放棄幾多。頂峰時退讓，危機時割肉，錯誤時認輸，先係掌握命運嘅頂級玩家。第4重智慧：定力與專注。再睇壁虎另一個神蹟，倒吊天花板，肚皮朝天，靠4個小爪吸住光滑表面，不但唔跌落，仲快速爬行。科學叫范德華力，玄學角度叫極致專注。壁虎一趴幾個鐘一動不動，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偷蛋，佢係修訂身體完全靜止，但覺察力已拉到極致，周圍空氣一絲蚊翼震動，一滲氣流變化都逃不過感知。一旦鎖目標，雷霆一擊。成功企業家、頂尖運動員、厲害藝術家身上都有共同特質，定嘈雜中瞬間靜落嚟，巨大壓力下保持平穩。所有人方時做最冷靜判斷，你係咪每日一瞌眼就揸手機，被碎片資訊立到頭昏腦明，工作時想睇朋友圈，學習時想覆 WhatsApp， 陪仔女時掛住股票，食飯時睇劇心係散嘅氣係浮嘅，能量被切割成碎片，每個都極微弱。似一部開幾十個程式嘅電腦，每個都轉唔屈，最後死機，冇定力，生唔出智慧。今日跑步，聽日想瘦；今日念佛，聽日想化；今日學技能，聽日想升職。結果3日打魚，2日曬網，一地雞毛，
心似攪勻泥水，乜都睇唔清，睇唔到商機，睇唔到危險，睇唔到自己諗乜。壁虎教你修定，唔係去寺廟打坐，係揾一件啱嘅事。似佢趴牆咁深，無旁布展落去，外界點變點亂係外界嘅事，你內心唔亂就永遠傷唔到你，定得住。智慧福報自會源源不絕。第五重智慧，中庸之道與處世分寸。最後講壁虎嘅選擇，你發現未？壁虎從唔喺極熱處暴曬露台火爐邊，亦從唔喺極寒極陰處陰暗地牢長青台水渠。佢永遠喺溫潤通風、氣流柔和嘅地方，陰陽交泰、不冷不熱嘅中間地帶。呢個觀察太重要。壁虎用同色地選擇上咗一堂生存智慧課，唔去極端，因為極端意味風險。太熱脫水，太凍凍僵，太陰生病，太燥不安。完美契合儒家最高智慧中庸，喜怒哀樂滋味法位之中，法而皆中，節位之和。做人做事不偏不倚，恰到好處。孔子話過猶不及，點解命運差咁大？好大程度係性格走極端，太耕太暴，似昆柴，望落挺拔風，一吹就斷啦。你二招是非觀，非小人去邊度都碰壁，太遠太面似爛泥，邊個都踩一腳揸一嚟一世，委屈活唔出自己，貴人想扶都扶唔起。真正成大事者，一定係外柔內剛。壁虎行路身段柔軟，從唔硬頂，呢個係處世之道，唔傷人，唔樹敵，圓融無礙，但爪扣住長時，力量剛強，抓地極穩，呢個係內心原則底線信仰，外圓內方。態度溝通語氣表情要似水柔軟，別人先軟，接近內心信念，做人底線不可碰觸，原則要似更堅硬，別人先真正尊重，又咁比例啱，人生盤棋先算生。如何接住這份福氣？五重自省。講咗咁多，你最關心具體點做先接得罪。下次再見到屋企壁虎，千祈唔好尖叫，唔好用殺蟲水，唔好用拖鞋。佛家廣泛，所有相皆是虛妄。你喺心入面同佢講聲多謝，多謝佢嚟提醒，然後反觀自照五個問題：敬今日對人對事心存敬畏未？有冇因情緒傷害身邊人？有冇背後議論人敬畏心？係福氣根基靜，今日內心平靜定浮躁？有冇因一句說話就唔安樂？靜唔到心定力就差成？今日對自己真誠嗎？有冇戴面具講假說話？真誠係通向高維能量最短嘅路能。對認定嘅事堅持未？定係3日打魚2日曬網？童心係普通人翻身唯一籌碼。忍遇到唔順心忍住未？定係即刻爆開忍？唔係懦弱係蓄力。呢5個字敬靜誠的忍㗎，就係壁虎用一生為寫低嘅改運真經。每日瞓前用呢5個字照自己，堅持1個月，你心態變，氣質變，身邊人態度都變，運勢唔轉，天地不容結語。我哋執着外在風水，花大錢請貔貅擺魚缸，改大門，屋企擺滿嘢，個心一團糟。真相係天下最好嘅風水喺你自己個心度。一個人心亂晒，住皇宮都搞得烏煙瘴氣；一個人心境平和，住茅草屋都係福地，心寬一尺，路寬一丈。即壁虎來，唔係佢改變你風水，係你心變好，氣變好，先吸引佢來。一切福田不離方寸，從心而朗，感冒不通，你係自己唯一救世主。今日由一隻小壁虎講到儒釋道智慧，講到千古名人興衰，講到現代人痛點。希望呢10幾分鐘可以喺你心入面種一粒轉機種子。從今日起再見壁虎，唔好驚，唔好趕，遠遠望住微笑，心入面講多謝。我知道點做。呢一刻聽到呢度嘅朋友，你能量已完全同頻。最後請你用最大能量喺評論區打出4個字：時來運轉。打出嚟就係向宇宙落訂單，為自己凝聚能量。4個字打咗唔會少1分錢，但打咗你就係敢向宇宙開口要嘅人。你要宇宙先會俾天助自助者度度覺悟人。讓你由今日開始受神念、受初心，與手工班行得穩，活得自在。下期等你報喜。